嚟到高高音呢個 channel。一朝早落去酒店嘅餐廳嗰度食個輕早餐，食完早餐我哋就出返去車站嗰度搭巴士。今日我哋去嘅目的地係從前城，車程要1個半鐘頭。巴士嘅班次唔多，而且路途好遙遠，所以記得要早啲出發。喺從城站落咗車，過對面馬路再行幾分鐘就到從前城。從前城係日本8大賞櫻勝地其中之一個，呢度大概有1萬棵嘅櫻花，250款嘅品種。由於有咁多款唔同嘅品種，喺不同嘅花期可以交替咁盛開。每年嘅4月下旬開始，賞花嘅時間可以有1個月咁耐㗎。我哋要去從前城嘅資料館吸100名城嘅印仔，而且啲雨好似越嚟越大，順便入嚟避一避，等一陣冇咁大雨先再出去周圍行下啦。
從前城嘅櫻花真係開得好靚，不過最可惜就係今日天氣唔好，影出嚟嘅片同埋相都係有啲灰灰暗暗。不過都好彩有2個鐘頭到嘅時間冇落雨。都係差唔多時間要走啦，食完少少嘢之後，我哋就去搭巴士。臨走嘅時間又落大雨，又濕又凍。好彩見到呢一間和果子店，可以俾我入去避一避。差唔多時間，我哋先行過嚟巴士站等巴士。原來巴士站隔籬都有一個候車室，都已經有好多人喺度等緊車啦。個半鐘頭嘅車程搭返去木古內，我見仲有少少嘅時間，就去 Misogi 海濱打咗個卡。每年嘅1月13至到15號，1.6公里外嘅佐呂村神社都會舉行一個水中淨化儀式。儀式完結嗰日，4個年輕人就會捧住4個聖物，由佐呂村神社行落嚟呢一度，穿過白色鳥居，然後跳入去冰冷嘅海水裏邊，海水淨化過4件聖物，祈求嚟緊呢一年嘅漁獲豐收。有條片詳細咁介紹咗呢個活動，我將佢貼咗喺 info box 裏邊，有興趣嘅話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。返酒店攞返行李，我哋就出發去函館站。如果將北海道6天嘅 JR Pass 搭埋最後呢一程車之後，亦都可以功成身退啦。出咗函館站行幾分鐘就嚟到我哋嚟緊3日住嘅酒店。放低咗行李就出去搵啲嘢食。咁今日呢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